动物的内底走跳、讨食、西拖。落基山、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天地的生命力正在显神采。7月26开始，逐礼拜5暗时8点半，山峰上的岁月，公司台语台。所以咱公司台语台，毋是干那台语族群的电视台，是咱全民的电视台。咱会当透过公司台语台，斗阵来欣赏、来学习台语的美丽甲伊的文化。所以今仔日祝福咱公司台语台快乐出房，咱会当对家人讲，驶入要每一个台湾人的家庭。咱嘛未来台语台来航向世界，好无？这是大大的世界中，小小一个岛屿，伫你怀中大汉的阮，捌放袂记。我要用全部的气力，唱出对你的深情。歌声中，不只是真心的呵乐，嘛有感谢甲依恋，疼痛甲忧患。全心全意的爱你，亲像爱家己的母亲。不是你的土地叫白芳，因为你的怀抱遐尼啊温暖。阮全心全意的爱你，亲像爱家己的母亲。不是你的不散叫白风雨，因为你用艰苦的灵。这是大大的世界中，小小一个岛屿，伫你怀中大汉的阮，捌放袂记。阮要用全部的气力，唱出对你的深情。歌声中不只是真心的呵乐，嘛有感谢甲依恋，疼痛甲忧患。这是公司第一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7月26下晡新闻。咱大先来关心上较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咱看到讲，公安局走私粉这条案呐，军方伊讲有该站搁较悬的官员涉案，另外交通部嘛真不满中华航空处理了无够积极。香港民主派团体港人自觉有向警方申请要举办光复元朗的游行，不过香港警察昨表明讲拒绝申请。新北市邦桥高中放宽服装的规定，按新学期开始袂去分工，学生囡仔查甫的穿裤，查某的则穿裙。
公安局走私分这条案虽然已经进入司法调查，不过那军部办讲，看起来哪像是护这个官阶较低下骹手人伫咧带责任，怀疑讲有搁较悬的阶层的官员嘛有涉案，就安尼呼吁立法院就要召开临时会，组织调阅小组来查案。另外嘛去监察院侦证。虽然昨中华航空下晡有开记者会说明讲，国安局偷走分这条案，主管机关交通部也是判断讲，因了解了无够详细。调查真相！调查真相！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来监察院侦证，因为不满国安局私分员是基层官员来担责任，怀疑讲有高层涉案，按监察院调查总统府、国安会等等的行政部门，敢有贪污渎职的状况。嘛呼吁立法院爱召开临时会，组成调查小组追查到底。立法院应该召开临时会，成立跨党派的调阅小组，把所有的事情一次厘清。即便是常年陋习，我都认为查弊也应该无上限。你连副总监级你也要站他的位置，真的对不起，这对不起基层的员工。民进党真的非常非常的夸张。立法委员黄国昌是批评华航，认为当作谢世谦到即马搁伫暗砍犯罪，嘛爱交通部长林佳龙追查，搁伫人面前点名，应该爱查华航空品服务处管制组的当组长。私分案继续谈，总统蔡英文唔拿亲身出来，嘛建议三步来紧急处理，避免代志继续扩大。我们不回避，也不护短。那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要厘清真相，第二个厘清真相之后要就责惩处，第三个那更重要的是要趁这个机会把常年的积习或陋习整顿跟改革。总统府当咧调查事实，嘛强调讲专案进入司法调查，相关部会拢爱检讨，像讲礼台通关敢是有去互乌白来，规定是要安怎调整，拢是所落来工作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是啦，主管机关交通部判断讲，中华航空记者会说明了，还佫无够详细。昨甚至放出讲，华航若佫无积极处理者，董事长要来请示，交通部是会同意哦。今日早起，林佳龙部长嘛临时取消公开的行程，拍算就是咧会议这条案。华航私分案到底要如何追究责任？副总统陈建仁无做回应。围伫边的交通部处长黄玉林也快闪离开。这场美食展的活动，交通部长林佳龙原本要出席开幕典礼，却伫活动前半点钟临时取消。华航私分案是拖甲真厉害，交通部对摆是华航的对外说明，有关无满意，也是认为无讲清楚。如果他没有让真相大白啦，这个部分交部会请他负起责任。交通部讲当过，华航确实无更加积极处理，只要当作谢世谦提出请示，交通部会同意。交通部表示，免税分销售无上限，搁伫机边交汇，到底是什么人开的先例？华航应该爱认真找，就算当作换人，也继续查到底。历年来涉入配合的这些人员，包括什么时候、什么人开始配合这个国安端会来做这件事情啊，一定要交代清楚。对此，华航董事长谢世谦早起并无接听电话，无法度知影伊的回应。华航发言表示，全机免税品销售是近年来作业惯例，内部也在进行资料收集，需要较侪时间。华航会全力配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香港民主派团体港人自觉有向警方申请，明仔载要举办光复元朗的游行，目的就是要求香港政府彻底查明讲元朗电车站有迄个穿白衫的恶徒咧拍人这条案。不过香港警察昨开记者会，表明讲因为种种的原因拒绝因的申请。香港元朗西铁站日探出穿白衫的人，规定人攻击乘客事件，造成注定晚上中华民众45个人受伤。到香港人因为安尼申请27要举办光复元朗的游行，要求港府爱彻底调查元朗暴力事件。但是港警25以无聊会破坏社会安宁等5大理由拒绝游行申請。我可以肯定講俾佢聽咧，我哋出咗呢個反對通知之後咧，如果佢哋係出嚟遊行嘅話咧，係犯法嘅。有民陣和法界人士認為，這真罕見。若是家己遊行，恐驚會被控告違反無經過批准集結罪，相當會當判監禁5年。
不过游行发起人张建平指出，已经对警方提出无反对通知书上诉，就算被驳回，而且嘛是坚持一个人游行。中国国防部24日强势指出，依照驻军法，解放军会当介入处理香港形势。东方之珠不容玷污。关于你的具体问题，在驻军法的第3章第14条已有明确规定。香港中联办为着要防止再次受到冲击，透明设水马阵，部分水马之间有设活动闸门，会当出入。嘛有警员伫现场咧顾，因为关东地铁白沙人事件的关系，原定定了在后日2天要举行的光复红土和港岛西以及将军澳反送中这3场活动，都已经宣布改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法务局体查辖区内面78间公私立的游泳池，初步检查无合格竟然有34间呢。其中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游泳池是因为救生员配额无够，去用裁罚6万块。另外，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游泳池是因为水质内面大肠杆菌的含量无下标准，也罚7000块。口腔癌是个人癌症死亡原因和发生人数的第5位，每年差不多有7000名新发生的个案，3000人因为口腔癌死亡。口腔癌患者当中，大部分拢有部分2个习惯。国健署公布上新的调查，结果发现，国内有将近60%头一届部分2是伫咧11岁进前，等于是伫咧小学的阶段就有咧试。大部分是因为对本能真好奇。青少年头一喙本能的来源上侪是来自厝里的人，其中伫国中生的部分。45.5%是由厝里的人提供本能，30.3%是朋友提供。嚼槟榔的话，会造成最直接就是像口腔癌的部分，那食道的影响，那胃的影响，那乃至于说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殖系统下一代，包括有嚼槟榔的孕妇，她会产下比较体重过轻的这个婴儿。男生有嚼槟榔的话，它也会造成下一代的这个代谢症候群的一个比率会升高。国健署表示，青少年部本能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对本能真好奇，和大人因为工课的关系无共款。若是父母和社会态度甲价值观坚决反对粉本能这款食了会掉的物件，就会当互青少年对这个物件行为减少，而且。国健署嘛提醒，国际癌症研究所早就指出，本能是一级的致癌物。同学自我之间会互相约束，所以没有这状况。如果我被我妈妈发现的话，可能会只是被骂拒绝。国健署嘛提醒，幼热定也是青少年接触到粉和本能这种歹习惯的高峰。若是家长也是卖本能的业者，卖粉酒也是本能，和18岁以下囡仔甲少年，上悬会当处10万块以下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啦，人咧讲第一讲食粉本风，第二讲后人讲食本能后风。本能确实是这个喙口癌上严重致死的原因。当然，下来咱就真正要来看台北市法务局去稽查辖区内面78间公私立的游泳池，稽查的条件项目真侪，包含讲建筑的安全，包含讲游泳池的水质，包含讲救生员配给有够无。初试若检查了无通过者，过来难免就要改善了后才来复试。咱详细来看卖。最近天气是真热，人有袂少民众拢走去游泳池去耍水清凉又去消暑。不过台北市的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游泳池却因为救生人员无够遐，成本爱3个救生员，和台北市法务局开罚因6万块。消费者有溺水的状况，或是相关的一些紧急状况，那救生员没有办法及时发现的话，会错失我们黄金抢救的时间。我们游泳池来讲的话，都定额的配置3名的救生员在现场。那从5月份的5月中开始到现在，都是完全合乎规定的。为着保市民安全，台北市法务局近一阵仔才联合稽查管区内78间公私立游泳池，检查项目包括人员、场地、消防、建筑安全等等的问题。除了讲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无合格以外，也发现到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游泳池水质监测大肠杆菌素无合规定，爱开罚1000。如果是大量摄入，就是它的微生物含量很高，或是小朋友，或是对于一些免疫力不好的，就是民众朋友的话，它摄入就会造成它有一些腹泻的状况。
服务局强调，若初检无合格单位，大部分拢已经改善。不过，也有龙门国中消防设备无合格，南模高中、承德国中、育成公园这3间游泳池的拍票契约拢无合规定，限期就要伫7月底之前完成复检。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我来看新北市的邦桥高中，本地服装的规定是讲，查甫的学生穿裤，查某的学生穿裙。按新的学期开始，学校宣布讲，袂搁再约束这项。你男学生要穿裙，女学生要穿裤，拢无要紧，故在恁的。不过有家长团体认为讲，现主时的性不平等的教育，敢若谈起讲权利的开放，无谈起讲责任的承担，因就烦恼讲这教育方式无正确。今日早起去到教育部来抗议。袒胸露背，或者是一些不合地点、不合时间的服仪，是尊重吗？家长团体代表批评教育部等相关单位写证，会安尼讲，是因为来自邦桥高中放宽服装仪容规定，互学生穿制服裤或者是裙，无搁分男女性别。互部分家长认为，教育单位是以尊重学生自主的名义来推卸责任。学校推给学生，教育局推给学校，教育部推给教育局。唉，我家长看袂落呀。那男生穿裙子进女厕，或者是女生可以进男汤，似乎普遍只谈到权利的开放，而未能有承担责任的这个教导。有家长指出，既然要采纳各方意见，那安尼学校就不应该采用假民主，只提悬学生参加比例，而将家长放一边。而且，即摆性平教育只讲权利，却无讲到责任，这是无正确方式。而戴孝明是有无共款的见解。在儿童权利公约里面，对于服仪还有法式的这个规定，基本上它把它放在是所谓的自由表意的一环，还有人格发展的一环。如果是透过民主程序所产生的，教育部的立场是表示尊重。基本上从105年我们的部里面所发布的服装仪容原则到现在，那当然各界都有一些看法。那目前其实教育部都在收整相关的意见当中，并不会在108学年度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教育部表示，尊重学校用民主定时所产生的立场。另外，有家长烦恼，教育部将研究开放各中小学的服装规范，可能会让服装识别度无够，出现安全疑虑。教育部也作出回应，说明相关的规范也在公纳意见的阶段。后续要搁讨论，目前并无明确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动物保护团体，因呼吁讲将鸡饲踮鸡篮仔内。真残忍，阁无卫生，政府就要赶紧定出时间表，鼓励饲鸡的业者较紧转型咧，唔通阁用鸡篮仔饲鸡。农委会嘛表示讲，即马若用下新的标准，无用鸡篮仔饲鸡的鸡仔场，因拢有提供利息增加贷款。不过，讲起来，现主是才一成有下即个标准尔，因为安尼伫咧饲成本加真悬，消费者大家嘛都要支持较有影。真垃圾会煎鸡的鸡笼仔内底煎成百只鸡，有的鸡母一世人互关伫咧 A4 大细铁笼仔，内底全塞尿较好食，佮因为安尼来破病死去，嘛造成真侪鸡有煮伤侪抗生素的问题，嘛增加食安风险。一旦母鸡增加用药，市场那个蛋品检验出这个用药的量也会增加，所以你从这个母鸡的健康来讲，当然你要给它一个更人道的环境哦。7月2日，国际动保组织甲立法委员召开记者会，呼吁农委会爱更较积极来推送非关人饲的鸡卵，到一个较确定的时间表。有一个目标，就是在3年之后，在市场内有30% 的鸡蛋都是非笼饲的。自从2012年欧盟订定的会员国禁止用人来饲鸡，引起全世界动保团体呼吁爱优先饲鸡。农委会伫2014年杀鸡卵优先生产系统定义甲指南，符合条件的饲鸡场会当申请价利贷款。不过立委指出，台湾非人饲的鸡卵，敢若占无到1成。动保团体呼吁政府应该爱交一个较确定的时间表，因为它势必影响到所谓的生产成本。对，所以它不是法规的问题，而是说我们的消费者能不能够接受，消费市场有建立需求，业者转型才会有那个动机。农委会对优先鸡笼提供价利补助，不过优先的生产方式嘛会提悬鸡卵的成本，呼吁社会大众做伙对消费者的部分来改变生产的方式。
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国内畜牧业的业者，英国自澳洲要引进纯的安格斯牛肉，拢是伫澳洲胎好冷冻来的。现主是无共哦，即卖有伫咧台湾配种调胎生出来。业者就是先引进106只安格斯的牛母，但是因为咱遮气温较悬，搁较湿，生出来牛仔囝饲无到一半，无才调讲会大只。尾啊，豆豆啊改良，成功率即卖已经有9成，嘛已经有才调推出市面咯。一套早牧场的真悬，无用得车翻袂紧，准备要来饲安格斯牛。伫昆林的分种牧场，2冬前对澳洲引进30只大型的安格斯牛母。不过头一冬，安格斯牛搁伫咧适应台湾高温潮湿的气候，牛仔囝只有一半活落来。饲2冬了后，台版头一只安格斯牛最近胎上市。它的油花也算是不错了哦。可是如果看我们这头安格斯的部分来讲，它整个的油花分布哦，它的就已经是比刚刚那一个更棒，而且整个的里脊的面积跟重量哦，都比公牛来的重很多。吃方面，其实大家都想要吃到越本土越在地，然后在地生产的东西，然后相对它品质，如果我们慢慢提升，甚至达到国际的水平。牧场场长张志玲表示，过去台湾毋捌饲过安格斯牛的经验，头一冬经验较无够，搁再加上是5月引进，伫热天种牛药种，头一批药生率只敢若4-5成，经过调整，寒天配种，第2批药生率达到9成。70这个头数，我们的数量已经扩成了1倍。那因为牛的脐橙比较慢，前后要3年，所以说我们的脐橙就是每年的小牛生出来的数目，如果是多，我们就是2年后我们屠宰的数量就多。张志玲表示，安格斯牛的肉质好，毋那肉油汁多，油花口感拢较好。目前头一批会当胎上市的牛只敢若5只，早就互餐厅注文了。未来嘛看好台版安格斯牛的消费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讲本地低汽油的空气桶，听落海底看茫茫，咱的海巡署搁也有才调找到主，实在也无简单。大早日有唱水的教练带学生伫咧新北市环仔澳长坪岩遐训练，就看到讲海面有迄个油潭潭的铁桶，因赶紧甲遮个桶啊一卡做2人揽摸起来，随时啊赶紧报案。结果昨暗，这个乌白吉油桶的渔船啊头家就撞到了。太可恶了！船开我一看，竟然拢是废弃的油桶。20日下昼，唱水教练王明祥甲学员伫咧长坪沿海峡附近发现有人乱弹油桶，赶紧甲伊扶起来。弄脏船弹，船长说没关系，赶快捞起来。因为油桶内面也有油拢流喺海，臭油味正高。唱水教练上担心的也是，这款油若摊开，流到海保去，污染会更加严重。有溢出来的时候，我们整个潮间带可能都会有油。捞的过程中，还发现一只海龟上来换气。我们在想说，那只海龟都已经吃到油了，这个对于海洋这些生物确实是危害相当大。2个尾岸三宝掠到乱弹油桶的凶手，500多艘的渔船的比对，比对这些雷达的这些航迹回放，然后追查这些油桶的来源跟品相，然后逐一的追查出来是一艘这个涉及在深澳级的渔船所丢弃的。那这位船长他到岸以后，他有供称是他丢弃的。船舶弃置这些废油的行为，那就涉及海污法29条，才以那个行政罚罚30到155万。其实，一个渔港内拢设有废油回收桶，渔民并不是无所在通弹废油。海巡署北部分署希望民众爱惜海洋资源，为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明年的总统大选，现时有消息讲，若郭台铭有要选，郭文哲就袂落去选；若郭文哲有落去选，郭台铭脚骨就会揪起来。郭台铭幕僚嘛讲，看有机会会当过党的，甲郭文哲来见面交一下朋友无？郭文哲是表示讲，选举3卡拄要变4卡拄，本来就真恶啊。另外大家若见面交陪一下，迄也无甲对啊，伊真欢迎。一开始是蔡英文捡到枪嘛，所以那个1 to 1蔡英文会赢。不过因为他最近捡到烟，你知道所以现在1 to 1又输掉了。
台北市长郭文哲替总统选举遭受分品影响到蔡英文的民调来讲生笑，伊嘛透露民进党的说客连面叫我选，连面叫我卖选。郭文哲到底是选也唔选？人伫咧欧洲的郭台铭是关键变数。郭台铭的幕僚释放消息，暗示有机会会当和郭文哲见面交一个朋友。即阵国传出只要郭台铭不爱选，郭文哲伊就会参选。若是郭台铭决定要脱党参选，郭文哲就未出战。从3卡度再跳到4卡度里面哈，那个模型更困难。那么就目前我们的 knowledge 在，这个模型太难出现了。交朋友、喝泡茶、聊天、喝咖啡都可以啊，这种说不，聊天归聊天嘛，这个说我要什么正式结盟，这个就太严肃了。国外合作的现象愈来愈明显，嘛变成拿着阵营上大的加强调。除了环岛选举，台北乡处青案和投信会驳回，南海集团主席吴品海也闹话讲，若是投信会以国安的义务做理由来认定讲是对的，安尼就是台北市政府就表示唔对。伊考虑要令台北市政府做回告，提出诉愿，并且要求赔偿。要告的话，一定是。告在一起嘛，因为对他来讲，他是厂商嘛，他管你是台北市政府还是中央政府，你们就是政府嘛，所以告一定是把我们告在一起。只是我觉得我实在是很无辜的，就这样。乡处青案和中央卡关政治表现大拍折，和国民党挡未掉，想要怨叹私分的问题。我很想讲，可是我要忍住，我已经比较成熟了。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换看高雄市长韩国瑜，今日早起伊表扬小港区700个特别优秀的林长。感谢因平常时顾里内的环境啦，斗相共提防天高热啦。讲到天高热，顶日韩市长为着要看树顶树坑安怎，竟然花就空起来。行政院长苏贞昌就讲，当然伊对防疫真重视，咱甲肯定。不过空起的树无照劳动规范，形象保护设施做好，这款的麻烦实在是无介好。来到高雄小港行政中心，韩国瑜甲接受表扬的林长翕相，市府这届表扬将近700位特优的林长，感谢因斗相共维护里内环境，还天高热的风地。为着天高热，韩国瑜日前佮专工爬树来看树坑，引发着关心。同款注意到这件代志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是人是伫咧屏东，伊讲韩国瑜重视防疫是应该爱鼓励，唔过恐惊是伊第一届执政无经验，是用唔对方法。就算要爬树。也应该要照劳动规范，戴安全帽、绑安全绳，所以这是错误的示范，而且病媒蚊也不是在树洞里面。除了苏贞昌考试，伊这个示范是错误的。韩国瑜阁互罢免伊的团体来指控，已经有4届无爱接场地互因的状况。对此，韩国瑜是讲无可能。三民区是登革热防疫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最担心群聚感染的。所以三民区所有大型的民众的活动，站在市政府的立场，希望要谨慎小心，最好不要办。我再重申一遍，韩国瑜当高雄市长，所有申请的活动，我们绝对不会预设立场。面对着罢免的声音，韩国瑜讲欢迎因遵循着正常的管道来申请。28号就是国民党的全代会，韩国瑜会参加，嘛会互正式提名做总统的参选人。但是在时，韩国瑜对着这种问题拢无爱回应。韩记者问伊这个礼拜要安怎来拼选举，伊嘛是敢若笑，就无爱回答。记者王刘婷、柯正准领交款高雄屏东报道。过来，咱换讲台南，顶日咱有提起讲台南市为着要提防天高热，将东区的巴克利公园暂休2礼拜，无要开放。是讲环保团体嘛发觉讲，主管机关甲公园内树坑内面拢煮发泡剂，讲安尼袂互蚊伫咧坑内生炭，是讲对大自然敢会真败害。台南市天高热防治中心是讲，未来会阁检讨，看有较好的部署无。伫台南东区巴克利公园4颗螺仔拢有救防锁线，阁有保全24小时在巡，就惊有民众会撞入去。台南市政府为着防止天高热疫情破开，22决定封园2礼拜。最近伫树仔顶用发泡剂吞树坑，但是煞引发环保人员质疑，应该有更较好的方式来防疫。本来如果就已经在腐朽的地方，你用发泡剂填下去之后，等于是有点类似眼不见为净，好，然后它里面会继续腐朽，一段时间之后外面会脆化，所以那个地方搞不好一样会积水。这些化学药剂的时候，就会去影响到这些鸟类跟昆虫。其实是否该做的是尽力的落实这些，应该如何来教导市民做清理。环保人员质疑，安尼的防治方式
可能会让树坑烂搁较紧，甚至影响生态。台南市天狗节防治中心表示，之前嘛有考虑过编号管理树坑，用沙土把树坑囤起来的方式，但是因为最近天狗节疫情愈来愈严重，为着要抢时间，才会用发泡剂来囤，未来搁开会讨论做赛后的处理。但是这个是一个急性期的，不失为一个办法了哈。就是讲，你疫情是严峻的时阵，搁在等待落大雨呢，无办法的其中一个办法啦哈。填充了，咱当然树嘛是爱去管理啦哈。到26为止，台南市本土天狗节病例已经15例。天狗节防治中心强调讲，这几天因为落雨了，搁出日头，真侪所在土白网愈生愈侪，嘛呼吁民众一定要做好巡、导、清、路，防止天狗节疫情摊开。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若有咧等包裹寄来，手机内面接到通知，讲包裹寄到位这个信息，你会点落未？金门有一个民众就安尼甲试落，结果刷去诈骗集团偷入信用卡。连刷入7条，将近1万块。金门县的警察局提醒讲，这就是一种新型的诈骗部，用包裹寄到位手机的简讯来通知，就是要让咱失去警戒。民众收到唔知为倒位寄来的包裹寄送的简讯，真侪人好奇拍开简讯的网址，诈骗集团利用便利的服务，让人失去戒心。有民众都因为安尼，去互诈骗集团投入低1万块。受害者黄小姐讲，伊感觉诈骗集团真唱手，民众爱提高警觉。就点进去，他叫我输入 Apple ID， 我就输进去了。隔天早上起来就发现，这个手机传来的简讯说我有7笔的交易。受害者黄小姐半暝啊，就去用投入7条钱，好甲在赶紧联络电信业者，才会当随甲钱入转来，无造成金钱的损失。金门县警察局表示，最近真侪乡亲反映有收到相像的简讯，警察局呼吁千万唔通点来路不明的网址，也是讲下载档案。警方有近期分析，这是一个比较新兴的钓鱼简讯的一种诈骗手法。安装了这个档案之后，第三人就有可能可以用你的权限来帮他买他自己的东西。呼吁大家在收到这类不明简讯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点击那个连结。警察局指出，今摆用手机啊纳钱真方便，真侪乡亲拢会用信用卡来绑手机啊，也是各种的 app。若是手机啊去用恶意的定数来控制，也是密码去用偷摕，都有可能去用偷入。民众爱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体大请拼，咱来看台湾拍乒乓新葡萄的红人，17岁林昀儒，顶礼拜伫咧 T2，就是世界级乒乓选召级的比赛摕到冠军。林昀儒早起参媒体会面开讲，讲起家己自国校3年时开始拍球，一路行来压力是愈来愈大。不过伊爱拍拼，真心将家己的角色做较好咧。互真侪媒体翕练球，17岁林昀儒袂紧张，一直笑笑的。但是访问的时阵是拢讲无几句话。这1-2年大家用神童这样子的字眼在说你，或说你天才，对你家己安怎看？无安怎看啊，对，莫去想啊。话无济，淡薄仔故意。球场外口林昀儒就是正常的青少年，但是伫咧球场煞亲像另外一个人。互人问到国际比赛表现真好，伊讲面对的拢是高手，每一场比赛拢困难，但是面对公认的日本球星张本智和是较紧张。就虽然他实力是那么好，但是他年纪也是那么小，就是还是会有一点就特别紧张的感觉吧。就之后挑战也会越来越多，就没有像，因为现在是我去拼别人，也不是别人来拼我，那心态肯定是不一样。昀儒很稳，因为他今年的成长真的太大了，连我们预想都想不到。我们以为说还要再等2年，但是我们认为明年有机会。逐工练习6点钟到8点钟，乒乓就是生活。林昀儒讲，细汉时阵嘛无想过以后要创啥，单纯是行一步算一步。若是奥运，当然想要挑战，但是即马也是拍拼，甲家己的本分做好。记者从新志明台北报道。林昀儒分数若有够，明年热天就有法度去东京拍奥运安尼。是讲吼，因为旧年7月日本足热的，有上百个人因为热来死亡。昨东京奥运的主办单位嘛举办见面会，
互大家来体会讲，因伫体育场内底安怎样来增加降低温度的设备，感受看讲安尼效果啥款。真侪人排队要来体验降温设备，因为这台机器只要你徛伫伊面头前，就让知影家己是毋是有着山。若真正大家挡袂掉，会当入去这个白色的布棚来降温。こちらが休憩場所です。入っ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かなり涼しいです。外の暑さは嘘のようです。内面有装冷气会当纳凉，因为去年日本伫咧这个时阵温度庆元，超过100人死亡。明年东部也伫咧7、8个时阵举行，惊讲有人着山。主办单位伫咧海宝排球场的场地设置降温设备，请民众加选手来体验，看是毋是有效，也测试无讲会刷对选手的影響。今日はタイミングもよく暑くなりましたので、かなり実践的なテストができたと思っています。でこのミストですとか休憩所、それから各種のグッズですね、使われた方にいろいろ感想を聞いて、またより良いもの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东京奥运伫咧离世正式倒算1年。因为最近天气愈来愈热，所以业者就开始卖一寡降温的科技产品，像在内面装冰地架、阿妈滚的降温器，吸引真侪日本民众来体验。记者综合报道。地远的放送头，马蹄赤兔行千里，多燕青龙出5关。今仔日旧历6月24，文主公关圣帝君的圣诞千秋，咱桃园大溪普济堂嘛举办了景。新疆顶头民俗艺术闹热滚滚，算起来袂输是大溪人第2个过年同款。一透早，关圣帝君起轿绕境，现场闹热滚滚。旧历6月24，关圣帝君圣诞，桃园大溪普济堂举办绕境活动，已经有100年历史。今年31个在地社头参加，传承新疆顶头和民俗艺术，嘛去引唱万名信众来遮，会当讲是大溪人第2个过年同款。隆重，阮大溪有阮家己31个社头，阮是属龙工商。较早有做炭矿的，有做田的，有做肉的，有做生意的，每个社头的这个做的方式拢无同。为着避免绕境的期间发生冲突，警方派出200名警力维安，事先嘛邀请各社团签署行动公约，若是有野事，冤家相拍冲突发生，大溪民俗技艺协会和普济堂会甲因停权1档。100年的社头文化代表大溪人的虔诚，那31个社头都各有特色，那每一个神将也都有他的故事，那每一个社头所拜的神也有他的传统。市府表示，大溪普济堂关圣帝君圣诞绕境，传承100年的社头文化。市府已经规划伫咧大溪农会旧肥料仓库成立社头文化馆，希望借这个方式传承台湾的传统文化，嘛展现大溪区100年顶头文化的魅力。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换要看台中大理的土城公园，竟然驶2架战车来。迄是资本放伫咧正10公里外的新营公园，2台T 50外吨的巨战车，因为新营公园迄边土地都标出去啊，台中市政府就安尼甲战车刷来大理的土城公园牌，咱这里面看到嘛感觉真稀罕。战车是被慢慢吊起来，悬悬挂伫半空当中，所有人拢是真集中精神伫看到。刚讲有一4角车，这战车就暴露涂骹，加在这战车是真安全，慢慢降落就定位。现场是响起了民众拍拍的声音。2台战车，觉得如何？很好啊，很好，让很多那个朋友可以来照相。这战车你看很雄伟。我相信这个地方会增加这个地方那种朝气啦。土城公园是靠近军营，即马公园内底嘛看到战车，民众是真欢喜。原本这2台战车是放伫南区新营公园内底，不过因为土地被卖走，准备要来起厝。伫民代看线之下，这2台战车就安尼来到了土城公园。当地居民是以着办喜事的方式来给迎接。未来啊，我们的土城里公园啊，真的会变成一个战车的景点啊，一个非常好的游戏的地方。有讲迄有买的哦，这个战车伫遮有真一个，咱的小朋友嘛一个军事教育。大理土城公园原本就有真侪梅花鹿主题造景，
即摆佫加了转车做新的景点，另外结合边仔风景真水的草湖溪自行车道，伫休热期间嘛成为了全家出去佚佗好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台语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你参考。解文说字，看到战车就想到战争。以早台湾人对着战争上界深的印象，当然就是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咧解管台湾的时阵，美军来轰炸。国政啊，手头遮要来甲你做伙来开讲遮念歌四句联，这是咱过去住伫咧邦桥念歌的艺术家王玉川老师亲身教予我的。王玉川老师也是新北市认定的传统的艺术家，啊，总是讲已经离开咱咯。毋过伊甲国政啊讲，国政啊，我编辑的歌曲足用心的，总是讲即摆足少人咧请念歌，啊，这真正我家己亲身听老辈讲的，就是战争的。迄历史，就是念歌内底要描写出讲，日本迄当阵安怎样，互美军轰炸来化疏开。头一拍国政啊讲，互你做参考，讲敌机若来，嗨嗨叫，地沟会动，山会摇，防空河顶看面照，扫射亲像犁头标，吼，迄敌机咧扫射，用犁头标来批评，这也真无简单，也真趣味。较早吼，若咧练拳头就知影讲，一手拍出犁头标，另外一个人安怎用抵挡，安怎用闪，有时啊就闪袂过。过来第二拍，讲敌机有美丽狗，头是翘翘，尾高高，500起落一个狗，一粒弄着规砖头。讲美丽狗用迄个炸弹弄落，一粒弄着吼规砖头，拢安尼吼咪咪冒冒，嘴炎炎，样过过。王玉川老师听老辈讲，家己亲身细汉时的经验，写出了四句联。你甲看袂出，敢若景致摆在咱的眼前共款。过来第三拍，国政啊讲互你听，讲安尼样，讲互毋若美丽狗啦。另外，敌机阁有一款飞机，讲上界厉害美丽是。即款飞机生做啥物款形体？讲双刀一只哪行鱼？啊，即个美丽是吼。会飞真低来监视，过来讲也会徛停西摊去，徛停停，啊，搁会西摊去，角度射来射去，上界新型的战机才做会到。当然啦，战机来到位，毋是咧欣赏讲，伊也会徛停，也会西摊去呢，实在是目屎要飞袂离。过来讲，这战机来轰炸的暗时来弄较厉害，倒位基地伊拢知。日本的飞机装浪派，政府着惊化疏开。在当时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历史的四句联。过来，咱换来看东部。东部的天气热翕翕，台东关山有农民伫咧电工桥骹种30架冬的西瓜，结果因为气温悬，即水西瓜煞伤早出，价销太歹。一条西瓜30台斤，200块都无人要买，有影人讲是菜金菜土。关山镇电工大桥边即一大片的西瓜田，一粒一粒大粒的西瓜拢特别到粉啊，话已经烂去，根本袂当采收。农民即马甲时间的比赛，要抢收西瓜，赶紧送出去卖。农民讲，今年台东的西瓜原本比西部甲北部的产期要延后至少1礼拜，啊，不过受到天气拢一直真热，造成西瓜早熟，不得已甲各地产地西瓜斗阵种植，产量一时也变低，价钱也受到影响。这30公顷左右，将近5万粒西瓜，要赶紧采收。听说宜兰现在也在出西瓜。今麦价钱歹，差不多偌济？因中盘商来这甲你摕，就是斤拢头5斤啊5块外安尼。切开西瓜，接济又个甜，品质袂歹，啊，不过西瓜销路大塞车，农民只好家己卖，至少补贴一寡成本。一粒30斤的大西瓜，只卖200块，啊，不过来买人无济，有当地人听到消息，也来到三港买1-2粒回去。因为滞销，然后帮忙农民啊，帮忙推一下，一直辛苦钱。农民讲，田内底还有2万多粒西瓜等咧采收，啊，不过天气也是真热，搁卖袂出去，就要烂去。希望有人用大批来买，减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外埔遮，本来6、7月啊，葡萄是大出，不过有农友就讲，今年雨露遮粗，气候阁无稳定，因所种的葡萄落果
尤其讲食起来甜分也无好，葡萄的产量比较去年较无一半。拍算市场的，因为讲产量少，介绍煞惊会牙咧。这个没有不成熟的没有。甲无水葡萄加雕，农民详细观察果子园内底这葡萄生成的情形，因为连续几啊天的落大雨，甲果实拍落来，趁着天气出日头，专家出动来办收。暖冬影响到今年春天它发芽有的出了没有开花，又遇到最近天天在下雨，影响到它的葡萄的成长，好像一大雨一直下，到最后葡萄会烂掉。甲过去2年的热天，因为出日头的日子济，葡萄大出无共。今年的气候无稳定，雨水伤济，造成果实白甜，看起来嘛无水，产量更加是无到去年的一半。收成减落来结果，唔但影响到市民的绩效，嘛关系到这酒的风味。采收期的时候，有下了大量的雨，会产生葡萄它会腐烂啊，或者干掉。雨水过多，会造成它味道不好。那这样会影响到我们隔年酒的品质吗？会。以用市面的葡萄每公斤大约100块，今年的绩效有起10%。不过黄霜啊好了后，进入了风太贵，佮加上病虫害，今年的葡萄产量少真济，绩效连带受到影响。爱食葡萄的民众恐惊要有心理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台湾人爱泡茶，国政啊讲官腔家庭只确生丁，泡茶唔但提神醒脑尔。中兴大学詹志正教授的研究团队佫发觉讲，四季春的茶叶内底有茶激素的成分，互咱食较会落，刺激生长激素一直产生出来，所以食茶确实帮助健康袂少。泡一杯四季春，茶色水，茶香香，真侪人啉茶养生。中兴大学研究团队发现讲，四季春茶有茶激素的成分，会当开鼻，佮会当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这样的茶激素的成分，那到我们体内，在我们肠胃道会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到我们的脑。它经过血液循环到脑的时候，下次就让我们感觉肚子饿。更重要，它到脑下垂体，刺激那个生长激素的分泌。中兴大学詹志正教授的团队用鸟鼠仔做试验，证实讲四季春当中的茶激素会当互脑部较高放出，互人感觉不动摇的信号。这项研究目刊登伫咧国际期刊顶悬。设计一个比如老鼠的实验，让老鼠喝了吃了之后，它就很饿另外的话，跟我们把它的那个脑下垂体给取出来。然后把这个我们已经把它单离出这个成分茶激素放下去，确实也看到它能够刺激分泌生长激素出来。研究团队嘛推测，茶激素有抗老化、养生保健功效。中兴大学成立台湾茶制定技术综合联盟，透过特殊的烘茶技术，消毒四季春的苦涩、降低加味音，甲茶汤变好啉，茶激素嘛无减。透过科学研究，帮助国内茶米产业的升级。记者综合报道。食茶无败害，食果子拜寿头。安怎样讲？煞唔知影讲云林口湖金湖国校，就迄个已经出业的学生，即马讲有只校友，发挥专长，嘛报答学校，利用休热期间，倒转来办7天的摄影的营队，要教这学弟学妹，这囡仔兄囡仔姐用镜头来记录人生。把我们拍得很清楚，跟把我们拍得很不清楚。小朋友是真小心，用到这专业摄像机，相当的欢喜，甲这好奇，一直在提出问题。老师咧是哪个着摄影机卡，佮着要记住细校人翕相，因就是口湖乡金湖国小的毕业校友。今年特别对咧台北转来举办着摄影营队，希望讲互这学生在校内时阵有一个无同款的体验。这地方很难得有像这样子的。拍照的才艺的工作坊或者才艺的这种营队，所以才会想说利用暑假期间，然后可以帮小朋友就是教一些比较他们跟以往课程上不会有的课程这样。摄影是一个艺术，嘛是翕出感动人的人生故事。所以老师要教小朋友，无论是机卡，更加爱互因知影如何用相片来创作生命力。我们有校友愿意发挥他的所学所长，然后回到我们的学校里面来，然后在这个漫长的暑假里面能够留下更多美好的记忆。小朋友摕着相机伫校园内底翕相，因为真无简单，找老师来教育摄影。要照相不止
要先按按钮，还有可以调 ISO 和那些光亮。你以后还想参加吗？还想。为什么？因为如果不参加的话，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摄影嘛，就是看到家己每一个作品，拢同时记录了摄影者所看到以及摄影者家己。因水思源，这也感恩的好友，因希望讲透过这项营队，会使让这学生得到宝贵的心理技巧，嘛留下了真特别的经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日本真出名的企业日产汽车，因为欧洲、美国的市场业绩都歹，宣布讲3年内要将全球裁员的人数按6400人增加到12500人，等于讲将因全世界员工的业数裁一成去。日本有名的企业日产汽车25号公布了今年第一季的营业利润是16亿日票，比2018年同期的1091亿日票减少了98.5%。为了重振业绩，日产的社长石川宣布到2000年为止，要開除全球員工人數將近1成。人員で測るとですね、これで言いますと、すでに6400人分の仕事の能力を削減していると。それから、その後ですね、最後までいきますと12500と書いて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これに相当する能力の調整とあるいは削減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同一天，日产嘛公布了第二季的全球汽車銷售量比去年同期減少16%，所以才決定要把開除的人數增加1倍。下回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認めざるを得ない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が、ここはですね第2四半期、第3四半期、第4四半期で我々の想定に対してですね、その下回った分は十分挽回可能で。日產表示，業績這禮拜的主要原因是歐美國家主力市場的銷售量降低，加上開發自動駕駛加電動車的技術開銷增加，到消費者換車的頻率變慢才係原因。為了減少成本，會在2020年之前，將對全球攏總14個廠區執行包括停產關閉工廠這個計劃。另外，日產嘛要減少差不多10%銷售量較歹的車型，專心投資在主要的車款來提升產品的競爭力，希望會當在2年內底恢復原本的業績水準。記者陳時東報道。有真濟人飼貓仔，驚去互貓仔咬着，會甲貓仔背骹咬。這個手術講起來是真殘忍。歐洲真濟國家攏已經立法禁止，美國的紐約州的議會都通過，決定講。全美國頭一個禁止講，甲貓仔背骹咬的手術，佇因這個州內袂用的來做。真濟飼貓的人攏有過厝內家具被貓破壞經驗，真頭痛。為了要防止貓亂咬，或者是甲人咬着傷，有一寡主人會甲貓當慢了的手術。不過這幾年動保意識欠懸，真濟歐洲國家甲加拿大省份攏已經立法禁止這項甲貓慢了的手術。原因是認為安尼施做傷殘忍，也無必要。頂個嘅美國紐約州議會也表決通過，一禮拜日開始正式成做美國第一個立法禁止甲貓慢了的手術的州。I introduced this bill about 4.5 years ago, and i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cats have their up to their first knuckle amputated. And that is what cat declawing is. It's not taking off the nail, it's amputation. 根據新法的規定，除非是貓本身有相關的醫療需求，若無獸醫師袂當用任何的理由甲貓動慢了的手術，若是違法的，相關會當罰$1000，相當是大票3萬億的罰款。不過有獸醫師團體認為，慢了的手術有還有伊的必要性，因為一寡貓的主人免疫系統較歹，若被咬着傷會有危險。People are very susceptible to infections by cat scratches, infants, things like that. I know a number of vets are against it, and so I just felt that it was just a little bit of government overreach. 目前除了紐約州以外，其他3座美國城市、洛杉磯、舊金山加丹佛都已經禁止這項手術。預計在紐約州了，有更加多州也會禁止。記者綜合報道。歐洲現時當咧可汗，溫度升到有夠懸。巴黎7月25出現42.6度，破歷史的記錄。佫有荷蘭、比利時、德國，嘛攏有出現超過40度以上的溫度。
连续第二天，西欧国家天气是热乎乎，温度较袂到，就来到40度，袂输是烘炉。有人是从头浸伫咧冰水，还佫有人紧食冰淇淋，也有人专工来巴黎，都较热好花园的喷泉广场，耍水、晒日头，连狗仔就拢热到躲袂掉，跳入去水内面。 So I would say that it was probably the hottest day I've ever experienced. Yeah, like you can feel the heat on your face. I mean, I'm from Indonesia, so I know what like sun is and hot is, but this is just like too much. 巴黎当地时间2月下晡，温度偏到42.6度的历史高温，打破1947年40.4度的旧纪录。附近国家也是热乎乎，2月比利时出现40.6度历史最高温，荷兰是来到40.7度，德国41.5度，连续2天拢破高温的纪录。英国伦敦也是真烧热，温度来到39度，这个数字拢比欧洲热冬的平均温度更较悬。安那伫咧标准是加强检查天气路，看有变形无。 啊，英国火车运站是驶较慢的，主持团体甲社工也无闲看老大人，也有加油，希望因唔好去热着。 In the last century, we saw 40 degrees only once in Germany, and now we can experience it every 3 or 4 years. So climate change is here, and we have to live with this happening more and more in the future. 英国气候专家研究指出，因为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大大增加，亲像安尼热浪会愈来愈接出现。甲2世纪进前相比，英国发生热浪的几率已经比日本加出30倍。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意大利为着加强回收塑胶干仔，帮助地球的环保，即马鼓励国民捡一寡撇倒干仔来换地下铁的车票。你若捡一支干仔去回收的基地落，就会当得到点数，测起来差不多大票。 30支塑胶干仔吼，都换得到一张地下铁的车票，有影是1减2个。将保特板下入回收机，就当累积一直抓愈停的车票钱。这是意大利罗马地铁西普洛站西周边的保特板回收机，用手机甲比一个，将手里的保特板下入去，5分欧元相当于大票1.7块，就直接寄入去手机啊 App 内面。回收30个保特板，等于累积1.5块欧元的回馈金，也相当于大票52块，等于是一张车票的票价。 Però ben venga questa iniziativa ottima. Che effetto potrà avere sui cittadini e i Ma penso che si faranno delle file interminabili, ci vorranno più macchinette. Tutto, prendo sia che per la plastica che noi non buttiamo normalmente così, e più include nel senso dei soldi che noi possiamo poi 罗马市政府为着要解决垃圾回收的问题，希望唔但在地居民，阁有各国观光客来旅游的时阵，拢会当刷手回收。尤其罗马是世界真有名的旅游景点，每一年几600万甚至讲上千万的观光客，制造出来垃圾量嘛真恐怖。对当中分出会当回收的资源，就变甲真重要。Sarà un successo senz'altro, in particolare il problema sarà quello dell'eccessivo utilizzo di queste macchine che dovranno essere svuotate tante volte. Durante il loro funzionamento, almeno così mi dicono. 目前罗马市政府采用实验性方式，伫咧车头附近设3台回收机，互大家刷手做环保。不少市民感觉讲真趣味。原来捡保特板阁会当趁现金，若是变甲真有价值，未来伫咧垃圾桶内面要看到因的机会，就会愈来愈少。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啦，天气热，塑胶干仔用济，咱就唔通学白拼，回收要做好。 讲到天气，明仔载气温变化啥款？咱来看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中部这边上低30度，上悬35度。 南部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这平面上低30度，上悬34度。台湾4时村国政报新闻，有话实在讲，敌人用敌群。 大事看国政，小事看生活，关前看台湾，过后看海外。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后礼拜咱同这个时间再会。听住舞台，世